兄弟姐妹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28节到44节。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2个门徒说：“你们去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你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在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往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开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们这些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现在有请戈敦宣教士，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谦卑的骑驴进城。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姐妹早安。好感恩呢，係上次應該係3個月前咁啊，因為落大雪咧，咁我嚟唔到啊。很感恩上一次呢，因為是下了大雪，我就不能來教會了。咁啊3個月之後咧，咁啊有一次咁嘅機會可以係同大家見面，有分享主日嘅信息。但在3個月之後，又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主的訊息。今天咧係透過姊妹幫我哋讀咗一段咧係好長嘅經文咧，係講到耶穌謙卑騎驢進城嘅。
因為剛才姐妹已經幫我們讀過了一段蠻長的經文，關於耶穌怎麼樣謙卑的騎驢進城。盼望透過呢段經文呢，我哋今天早上呢係有思想。因為盼望通過這段經文，讓我們可以思想。其實我哋作為信徒呢，係信咗主一段時間呢，我哋屬靈上有好多地方係需要操練嘅。實際上，當我們信徒就算信了很久，但是我們的靈性上也需要操練。我唔知道你哋嘅身體狀況點樣。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狀況怎麼樣。我自己呢，就每一年去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呢，因為我每一年我做身體檢查的時候，我嘅主診醫生都叫我呢係食得清淡啲，同埋做多啲運動。我的主治醫生都告訴我要吃得清淡一點，多做一點運動。所以呢係要不斷操練。所以呢是要不斷的操練。咁我又問過請教過一啲呢係健身嗰方面比較即係耐啲時間嘅一啲弟兄。我也曾經請教過一些這些經常做健身的弟兄。點樣呢操練呢係即係舉一啲器械呢，要不斷去操練，然後呢加重嗰個負荷。因為怎麼樣能夠用一些機械來輔助我經常的操練，來增加這個負荷。咁你嘅肌肉嗰個嘅量呢，先至可以呢係增長嘅。那這樣的話，我肌肉的量才能增長。咁除此以外呢？除此以外，咁我作為男士呢，我每一日對住塊鏡呢剃鬚嘅時候呢，就如果像一個我是一個男士嘛，在每一天我對着鏡子在剃我的鬍鬚的時候，咁我就發覺呢鬍鬚呢係每日都會增長嘅。我發現我的鬍鬚每一天都會增長。咁我每一日咧晨早起身都要剃鬚，所以我每一天早上起來都要去刮鬍子。咁我剃鬚嘅時候呢，我就會默想呢係同我哋屬靈操練呢有關係嘅。但在我剃我的鬍鬚的時候，我就在想，這個跟我的屬靈操練有沒有關係呢？因為謙卑嘅相反呢，就係驕傲。因為謙卑的相反就是驕傲。咁驕傲呢，通常係會不知不覺就會生長出嚟。這個驕傲呢，是在不知不覺會生長出來。特別呢，我作為一個傳道人，成日去講道啊、教導呢，係好危險嘅。尤其是我是一個傳道人，我經常去講道，這個是很危險的。因為呢，成日去叫人哋做某啲嘢，就以為自己已經做到晒啦。因為我經常要教別人要做什麼，那好像自己就已經做了。但係其實聖經咁多屬靈嘅教訓呢，我都係一個學生嚟嘅啫。但實際上聖經裏邊這麼多屬靈的教誨呢，我也還是一個學生。咁我都係同大家分享，我哋一齊去學，所以我哋一齊係做一個學生。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來分享，我們大家一起做學生。或者用聖經嘅字眼呢，我哋一齊係作主嘅門徒。就是在聖經裏面所講的，我們一起做主的門徒。所以我哋經常要去省察自己有冇呢啲驕傲或者其他啲唔合神心意嘅地方。所以我們經常要來審查我們自己有沒有驕傲或者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咁我作為男士呢，就當將呢啲嘅驕傲呢，好似鬍鬚咁樣剷除，要嚟到去保持謙卑。所以就好像我們男士經常要刮鬍子一樣的話，我們把這個去審查，來把我們的驕傲除去。仲有另一件事呢，就係另外一件事，就係我成日去講道教導呢，我要諗下，要俾多啲機會自己做學生。因為我經常去教導，但是我也想我應該給自己多點機會做學生。所以我個人呢，我自己放假呢，我最中意一個活動就係成日揾一啲學習嘅機會。所以實際上在我自己放假的時候，我反而願意去找很多的機會去學習。咁大家知道啦，我以前係住喺耶路撒冷㗎嘛。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住在耶路撒冷。咁耶路撒冷呢，好多歷史啊、考古嗰啲博物館嘅。因為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歷史啊，或者考古的這種博物館。咁我每次去嗰個博物館呢，我差唔多可以呢去成日嘅。因為當我去這些博物館的時候，我可以在裏邊差不多一整天。因為好多地方我都學習一啲新嘅知識、新嘅考古發掘，對我好有幫助。因為我經常在裏面發現很多新的知識，或者他們考古的發現，對我很有益處。咁我以前喺香港呢，都係放假呢，中意去一啲博物館學下唔同嘅一啲嘅學科。因為當我在香港的時候，我也是一放假就去很多的博物館去學不同的事物。可能係一啲藝術啦，係啲歷史啦，或者係音樂啊等等。就是包括好像藝術啊、歷史啊，甚至音樂這些。我去內地旅遊呢，我最興奮呢就係去北京。因為在去國內旅遊的時候，我最喜歡去北京。
因為北京咧好多博物館、好多歷史嘅嘢咧，係對我好有幫助。因為在北京有很多的博物館，也有很多關於歷史的，對我很有幫助。嚟到美國咧，我就以為美國嘅歷史係較為短啲。來到了美國，我覺得歷史可能比較短。但我就發覺紐約有一個好寶貴嘅地方咧，但是實際上在紐約有一個很寶貴的地方，就係好多好好嘅博物館。就是有很多好的博物館。咁我一放假咧，就係去博物館。我一放假，我也是去這些博物館。就係去到有時我仲參加一啲導賞，咁我就一路學習好多唔同新嘅知識。而且我也會參加一些這些導遊的這些去，我可以學到很多的知識。咁就保持住自己咧有一個謙卑嘅態度。讓自己呢保持有一個謙卑的態度。因為喺成個圖書館裏邊咧，其實研究宗教或者聖經咧，只係喺咁多個範疇裏邊一個角落頭嘅啫。因為在好像圖書館裏邊，關於宗教這些，可能只是一很小的一部分。咁我要提醒自己咧，有好多不同嘅學科、不同嘅嘢咧，我都係唔識嘅。要提醒我自己，實際上我對於其他很多的方面，我還是不清楚。咁今天早上我想透過聖經嚟到學習，主耶穌佢自己都有佢一個謙卑嘅榜樣，點樣透過佢做某啲事情，佢嘅講話講道嚟到讓我哋去操練我哋呢個謙卑呢？所以我希望在今天我們聖經來學習主耶穌基督怎麼樣，也是有一個謙卑的榜樣，讓我們自己能夠不斷的操練來學習。咁剛才我哋已經讀咗路加福音19章㗎啦。剛才我們已經讀了路加福音的19章。咁如果你有聖經咧，都鼓勵你可以翻開。如果你有聖經，我們可以一起翻開。我將佢略為咧分開呢段聖經咧，其實係我哋讀嘅經文咧係有兩個部分嘅。因為我把這個聖經讀的整個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就係耶穌騎驢上耶路撒冷去。第一就是關於耶穌騎驢上了耶路撒冷。第二個部分咧就係41至44節咧，係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嘅。第二呢，就是在41節到44節，是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咁41至44節咧，係耶穌仍然喺外圍，未入到去耶路撒冷嘅。實際上，在這個41到44，耶穌還是在外圍，他還沒有進去耶路撒冷。咁45節打後咧，耶穌真係入咗去耶路撒冷發生嘅一啲事情。不過今日咧就冇時間處理嗰段經文啦。45節以後，就是耶穌真正進入了耶路撒冷，但是今天我們可能沒有時間講到了。我哋要睇呢段經文咧，必須要明白呢段經文係應驗緊舊約嘅預言嘅。因為我們在看這個經文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是在應驗一個舊約的預言。所以每一步咧，主耶穌做嘅嘢咧，可以話係按照一個劇本嘅。因為所以每一步耶穌基督做的都好像是按照一個劇本。就係喺神嘅計劃、神嘅掌管裏邊咧，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呢個地方。所以是在神的計劃和掌管之中，耶穌基督進入了耶路撒冷。所以謙和地騎着驢呢件事咧，喺舊約都有提及嘅。所以實際上謙和地騎着驢，在這裡舊約是有提過的。就係喺呢一個撒迦利亞書9章9節嘅。這就是在撒迦利亞書的9章9節。咁呢段經文咧，我已經列咗出嚟，其中有一句咧係叫做謙和地騎着驢，就是騎着驢的駒子。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這經文有講到謙和地騎着驢，就是騎着驢的駒子。咁點解騎驢就叫做謙卑呢？為什麼騎着驢子就是謙卑呢？最主要原因就係你知道皇帝咧係唔會騎驢嘅。實際上，因為在古代呢，這個皇帝他是不會騎驢子的。係嘛？你睇以色列嘅皇帝，睇中國歷史嘅皇帝，邊有皇帝出巡係騎驢嘅咧？所以我們可以看像中國的歷史，甚至以色列的歷史裏邊，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皇帝出巡，他不會騎驢子。喺當年嘅王就係羅馬帝國啦，羅馬帝國嘅王一出巡係一定騎馬嘅。因為當初呢，他們那個時代是羅馬的帝國，所以羅馬的這些君王一出去都是騎馬。而且係一啲靚嘅馬嚇，可能咧中國就叫做千里馬，係一啲好靚、好高品質嘅一啲馬。而且他們騎的都是非常好的馬，就好像我們中國人講的千里馬，係好吸引，一出嚟就哇靚嘅馬，配上呢個皇帝嗰個嘅高貴。因為一出來，大家已經看到哇，這麼高貴的馬配這個君王。咁如果嚟到今時今日嘅年代呢？如果來到今天呢？咁你知道我哋總統咧坐嗰啲就係總統嘅座駕，
都係好靚、好高貴，仲有咧係防彈技術添。而且像我們總統出行都是有一個專門的車子，而且看起來非常的好看，而且還防彈。又或者如果係一啲重要人物騎嗰啲車咧，都係靚車嚟嘅。就算是一些重要的人物，他們坐的這些車子呢，也都是非常好的車子。咁你知道我細個咧就喺香港長大嘅。因為我從小是在香港長大的。咁我睇電視睇到皇帝嘅觀念咧，就係英女王。因為我想到這個皇帝，我就主要會想到這個英女王。英女王咧騎嗰個咧，可能係有時出去咧係騎啲馬車，但係都係好高貴、好靚。因為我看到這個英女王每次出巡都是有一個馬車，這個馬車都非常裝飾得非常好，非常的高貴。又或者你可能你哋結婚或者你啲仔女要結婚，考慮整一架靚嘅車，可能喺美國咧就係租嗰啲叫做limousine 好長好靚嘅車。因為如果我們結婚或者我們自己的兒女結婚的話，我們也會去租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 limousine。但係如果今時今日呢一個驢駒子係咩觀念呢？所以在今時，我們在想說這個驢駒子是什麼東西呢？驢駒子喺當其時2000年前呢，係一個搬貨嘅工具嚟嘅。實際上，這個驢駒子在當初是用來搬貨物的。因為你知道馬咧就好快嘅。因為馬它跑得很快。咁你如果將啲貨放喺上邊咧，跑下跑下咁跌晒啲貨落嚟。如果你放了貨在它的背上，它跑得太快了，貨都掉下來了。咁另一個工具可能就駱駝。咁駱駝可以放啲貨，不過咧駱駝太慢啦，咁搬嚟搬去，咁變咗咧，即係唔係一個快速送貨嚇，唔係 Amazon Prime 啦嗰個就。對，也可能你可以用這個駱駝，但這個駱駝走得太慢了，那你搬貨的時候，你搬來搬去都太慢了。所以驢駒子就好啱嚇，佢行得都算係快，而且咧又即係好平咁放好多貨咧去運貨咧係非常好。所以這個驢駒子是當初呢，它正好不快不慢，而且它可以載很多的貨，所以那個時候來運貨是最好的。所以撒迦利亞書呢個預言就係喺9章9節，就係話當其時準備會有一個王喺幾百年後會嚟，呢個王係騎住一架搬貨嘅驢駒子。所以是在這個撒迦利亞書裏邊，實際上他是在講後邊會有一個王，他騎着一個搬貨的驢子來。如果用今時今日嘅術語，搬貨係啲咩呢？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會比較是搬貨是什麼意思呢？就係一個皇帝騎住一個 truck，就好像是一個皇帝，他坐在一個 truck 裏邊。通常呢啲貨櫃車搬貨，你都會諗到，通常係可能你有陣時晏晝去Flushing咁去多人搬貨，都係一啲較為基層嘅用勞動力嘅貨櫃車嘅人。因為我們一看到這種貨車，我們都會想說，這些人坐在這個車裏邊人一般都是比較勞苦的人、低層的人。所以就係好似耶穌，佢係王，但係佢騎住呢個 truck。所以就好像耶穌他是王，但是他騎着這個驢子。所以當其時嘅經文，如果我哋比對約翰福音另一章聖經係12章咧，嗰件事情門徒係唔明嘅。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下一章，在約翰福音裏邊有講到門徒他們是不明白的。你係王，你係彌賽亞，點會騎呢啲咁卑微嘅車嘅咧？因為耶穌基督你是王，你是彌賽亞，你為什麼會騎這個這麼卑微的驢子進來呢？所以佢哋唔明白，到後嚟耶穌死啦復活之後咧，佢哋先至明。所以他們開始是不明白的，直到耶穌復活了以後，他們才明白。咁呢段經文我哋知道係發生喺橄欖山，耶穌準備入去耶路撒冷城。咁呢幅圖畫咧就係現今橄欖山望去耶路撒冷城咧嗰個場景啦。因為這實際上是在講到這段經文是發生在橄欖山這些他遠眺這個耶路撒冷的時候。我啱啱同嗰啲弟兄姊妹喺我嚟聚會之前分享就話我自己都冇去以色列好幾年啦。因為剛才我也在下邊跟弟兄姐妹有聊過天，我已經很久沒有去耶路撒冷了。因為之前又有疫情之後又有對加沙嘅戰爭，加沙戰爭之後而家又有伊朗嘅戰爭，我都好想念呢個地方。
因為自從疫情以後，接着又有加沙的戰爭，現在又繼續戰爭，所以呢，我也很想念這個地方。咁無論如何點都好，耶穌佢係騎驢進耶路撒冷，而去顯出佢王嘅身份。但無論如何，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騎着驢子進去耶路撒冷。呢段經文喺聖經有好多唔同地方都有描述，包括詩篇啦、馬太福音同埋約翰福音。因為這個實際上在很多的聖經裡面有提過，像詩篇啊、馬太福音啊、約翰福音。咁而家我哋今天集中去思想呢，就係路加福音19章呢度係帶住呢，佢進入呢個城顯出王嘅身份，但係有人係反對佢嘅。但是主要我們是要看路加福音的這個19章，關於耶穌基督是怎麼樣進耶路撒冷。當其時嘅法利賽人反對主耶穌呢，呢個同路加福音嘅主旨係好吻合，因為路加福音係好強調耶穌出現，有好多人接受佢，但亦都有好多人呢係反對佢。而且這裡有提到一些法利賽人的講話，所以這裡也非常的符合這個路加福音的當初在。雖然有很多人迎接耶穌，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反對他。如果我哋進入耶穌騎驢進城嘅心情呢？因為當我們如果進入了耶穌基督騎着驢子進城的這個心情，其實主耶穌嘅心情都係複雜嘅。因為主耶穌的心情也是很複雜的。因為一方面佢係好開心，即係有人歡迎佢啦，有人去讚美佢啊咁樣。因為一方面他很開心，有很多人歡迎他、讚美他。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人反對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反對他。而且喺嗰啲讚美佢、歡迎佢嘅人嘅裏邊，亦都有好大嘅部分喺之後呢，嗰啲人同樣會話殺咗耶穌。而且實際上有大部分在裏邊歡迎讚美耶穌基督的人裏邊，後來都變成了要釘他十字架的人。因為當耶穌面對審判、接受審判嘅時候，雖然比拉多話佢已經無罪啦，咁我應該放耶穌好啊，定係放一個強盜呢？啲人民啊，即係耶路撒冷人民呢，係會高喊呢，係殺咗耶穌。實際上在後邊耶穌基督被審判的時候，就算比拉多說他沒有罪了，但是實際上也有很多的下邊的群眾是高喊要把他釘十字架。所以呢個經文就係描述耶穌入耶路撒冷嘅事件。但係之後嗰個半嘅部分呢，就係耶穌為呢個城入邊嘅人呢係哀哭嘅。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開始在耶穌基督進了耶路撒冷事件描述的這個時候，但最後耶穌基督是為這個城哀哭。咁啊，而家喺耶路撒冷呢，真係有一個教堂咧紀念呢段經文，嗰個教堂咧叫做主哭耶經堂。實際上，在耶路撒冷有一個教堂，它叫做主哭耶經堂。就係呢個咁嘅細細哋嘅教堂啦，佢有一個窗咧係好靚嘅，就係望過去耶路撒冷，係俾人去思想呢段經文，係好似耶穌當其時咧為耶路撒冷哀哭咁樣。咁呢個教堂咧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嚟嘅。雖然這個教堂很小，但是呢，它有一扇窗子非常漂亮，你可以直接去看到耶路撒冷，我可以去想象那個時候耶穌基督為耶路撒冷哀哭。咁我哋睇28節咧，呢段經文咧，耶穌講完了之前嘅比喻咧，佢係突然間喺前面行，喺前面走嘅。所以我們可以從28章這邊來看，28節來看，耶穌講完了話以後，他突然的在前面走。即係佢突然間講完話之後咧，一個比喻，佢就好心急，帶住啲門徒要入耶路撒冷。因為他一講完了之後，他就突然很心急的要帶着這些門徒進耶路撒冷。咁耶穌好急係做啲乜呢？耶穌基督他非常急，他是要急什麼呢？其實佢係趕住去死嘅。實際上他是趕着去死的。因為佢嚟呢個世界，神俾佢最重要嘅任務係死喺十字架。因為他來到這個世界，神給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當然佢有講論，有行神蹟，但係佢喺呢個世界最重要嘅嘢係要成就救恩。雖然他有講道，也有成就一些奇事，但是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成就在十字架上。所以佢已經嚟到佢人生好後段嘅一個嘅階段，佢要準備入耶路撒冷，佢就知道入到去係冇好下場。因為他實際上這個時候已經到了他的人生的一個最終結的時候，
因為他知道他進了耶路撒冷之後就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了。然後佢仍然去為自己嘅最後一程做一件事，係包括一個顯出佢嘅神蹟嘅一件事情。但是在最後這個時候，他也做了一件有神蹟的事情。佢就係入到去嘅時候，就打發兩個門徒就話：你哋去對面村子嗰度呢，係會見到有匹驢駒綁住喺嗰度。他就叫打發兩個門徒去到那個村莊裏邊去，看到有一個驢駒，它是綁在那裡，係冇人騎過，係一個新嘅驢駒，你就解開攞嚟到俾我騎上去。而且它是一個新的，沒有別人騎過的這個驢駒，你就要把它解開帶來這邊。弟兄姊妹，你如果預備你嘅最後一程，你會點樣準備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預備你自己最後的一程的時候，你會怎麼樣準備呢？我就已經準備好啦。我已經準備好了。因為咧，我成日同我太太講咧，我已經揀定咧我嘅安息禮拜唱邊幾首歌。因為我已經告訴我的太太，在我的安息禮拜的時候唱哪幾首歌。因為有幾首歌係特別中意，我好想咧，即係喺即係如果弟兄姊妹嚟嘅時候咧，可以咧唱嗰幾首歌係思念主耶穌，亦都思念咧我跟從主嘅一生嘅。因為有幾首歌是我非常喜歡的，我希望能來參加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從歌裏邊來紀念主耶穌，但是也能夠紀念我的事工。因為咧，雖然我每年我都覺得自己係25歲嘅，但係咧我都要面對一個現實，我已經咧係進入人生嘅下半場㗎啦。因為雖然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還是25歲，但實際上我的年齡也來到了人生的下一半場。點樣去準備去迎見呢一位嘅主？那我怎麼樣準備來迎接這位主呢？主佢都係當其時，主耶穌佢知道佢要上十字架，準備翻去天上與父神喺埋一齊，佢都仍然係做一啲嘅事情，按住神俾佢嘅心意去顯示神嘅掌管。雖然他知道他已經，耶穌基督知道他已經馬上要去天上跟父神來大家見面，但是他在最後的時候也願意再做出一些神奇事。佢成件事情呢，係真係啲門徒去到有人問你點解要攞呢匹驢駒啊？然後就話主要用佢，咁呢，真係咧讓佢解開嗰個驢駒咧攞走俾耶穌去用啦。因為就好像這個故事講的，這些門徒去了這些人問說你為什麼要拿這個驢駒啊？他們說這是主要用的，而那些人真的就把它解開給了他們。所以門徒做呢件事情呢，其實佢哋喺最後呢個階段都經歷緊一個神蹟嘅。所以實際上門徒在最後的階段，他們還在經歷這個神蹟。即係你好似想像下，頭先我話啦，驢駒子咧，好似今時今日一個 truck 咁樣噶嘛。就好像我今天講到以前的這個驢駒子，就以前像是我們的貨車。即係你而家想像下，一陣間散咗會，你去一個可能係賣 truck 嘅一個賣車嘅車行你話你俾條鎖匙我啊，我要攞你個 truck 俾耶穌用啊。就好像如果今天我走到路邊看到這個賣這個貨車的地方，說你給我鑰匙，我要開走一部貨車，因為主耶穌要用。跟住嗰個人話好啦，你攞去啦。如果耶穌要用就。那個人說好，你馬上拿去吧，你給主耶穌用。就係咁樣嘅神蹟嚟嘅。就是這樣一個神蹟。就係當其時嘅門徒就應驗咗，真係發生呢個神蹟，真係俾佢用。就好像這個門徒，他們真的證明了，也應驗了這樣的神蹟。跟住耶穌就一路下橄欖山咧，去準備進入嗰個耶路撒冷城啦。接着呢，耶穌基督就下了橄欖山，準備進入耶路撒冷。你知道騎呢啲驢駒子咧，係一啲嘅低質素嘅一啲嘅工具嚟嘅。因為你們知道，實際上騎着驢駒子，實際上是一個比較低級的一些工具。因為大家而家你知道揸車咧，而家啲車咧好着重好新嘅設計咧，係有一樣嘢叫做避震。因為你知道，好的車，現在我們開的車都有一個避震的系統。就係咧，你知道紐約啲路啦，因為咧即係凍又好凍，熱又好熱，咁成日啲路都爛嘅。就好，我們紐約的路上邊，因為太冷太熱，就是路上有很多的坑。咁避震好緊要你揸嘅時候咧，經過啲，我今朝都係經過好多爛路，咁你都會覺得好舒適，因為佢有好勁嘅避震。所以這個避震的功能非常重要，因為這樣的話，你就不會顛簸得很厲害，你就開起來比較舒服。咁你耶穌騎喺個驢駒子咁行過，即係2000年前嗰啲路咧，都係啲泥石頭啲路本身都係爛㗎啦。所以耶穌基督騎着這個驢駒子，但那個時候2000年的路
都是一些泥路、石頭路，都是非常爛。咁啊，驢駒子咧就冇避震功能啊嘛。這個驢駒子也沒有避震的功能。咁所以啲人要去尊敬耶穌，就將佢啲衫咧放喺地上邊。所以那時候的人呢，為了尊敬耶穌基督，把衣服放在地上。咁個驢駒子行上去咧就舒適啲啊，冇咁震啊。那這樣的話，這個驢駒子在上邊走呢，就比較舒服一點，不會咁顛簸。35、36節就講到呢啲人咧，佢哋係尊敬耶穌、敬拜耶穌，將佢哋嘅衫都獻出嚟鋪喺地上，讓耶穌嘅驢駒子行過去咧就好舒適啦。就好像在這個36節說，眾人都把衣服放在這個路上，那這樣呢，耶穌基督騎這個驢駒走過就比較舒服。呢個都係應驗緊咧撒迦利亞書9章嘅經文嘅。因為這裡也是應驗了撒迦利亞書的9章。就係你嘅王嚟到你嗰度咧，耶路撒冷嘅民係歡呼、係喜樂、讚美佢嘅。就是當他們的王來到他們這裡的時候，他們是很開心的歡呼讚美。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去嘅時候咧，門徒亦都係見到呢個異能咧。37節，門徒都係歡樂起嚟，大聲讚美神。因為這裡也講到，這些門徒看到這個情形呢，他們也非常的歡呼雀躍起來。呢個都係咧喺舊約嗰個嘅預言，喺詩篇118篇嘅經文嚟嘅。這也是在這個詩篇118篇裡邊有預言過。佢哋講呢一句嘅説話就係、按住聖經舊約嘅預言，就係話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這個就是在舊約裡邊有講的，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喺路加福音13章都有提過呢節經文嘅。在路加福音13章也提過這個經文。就係話，直等到你們，即係啲以色列民啦，就係話奉主名來嘅係應當稱頌嘅。就是說以色列的名也是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而主耶穌咁樣入耶路撒冷咧，就係顯明佢係王嘅身份。而主耶穌基督這樣進城的時候，就顯明了他是一個王的身份。然後嚟到去同樣有呢一個嘅經文講到話，當稱頌嘅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第38節。哦，38節，對不起。在天上有和平。對，他們也在說，在天上有和平。有和平。就係至高之處有榮光。在至高之處有榮光。所以係好多門徒啦，同埋眾人都讚美呢個王，係知道佢唔係普通嘅老師，唔係普通嘅夫子，係當佢係王，係神咁樣去讚美佢。所以我們就看到這些民眾，甚至這些門徒，他們都是把耶穌基督當成一個王，這樣來讚美。係王，係神，係彌賽亞。是王，是神，是彌賽亞。喺咁樣嚟到去顯出佢呢個身份嘅時候咧，法利賽人就好唔同意啦。但是當這個時候顯示了耶穌基督的身份的時候，這些法利賽人就不喜歡了。因為佢覺得耶穌出嚟最多極其量都係其中一個拉比啫。因為對他們來講，耶穌基督最多也只是拉比的其中一個。因為猶太教喺當時或者而家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派別，有好多唔同嘅拉比嘅。因為在猶太教裏邊，那個時候有很多的派別，有很多的拉比。拉比即係叫做老師咁樣嘅意思啦。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師的意思。所以佢哋極其量只會覺得耶穌只係其中一個老師，或者係算係幾好嘅一個老師。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耶穌基督最多也只是一個老師，是一個比較好的老師。但喺猶太教裏邊一路都等緊嘅係彌賽亞呢一位王嚟呢個世界。因為在猶太教裏面，他們一直還是在等一個王，等一個彌賽亞。但係如果啲人同埋啲門徒話耶穌就係王，就係彌賽亞咧，法利賽人就反感啦。如果其他的人都說耶穌基督就是王，就是彌賽亞，那這些法利賽人他們就不高興。所以39節咧，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就同耶穌講呢個説話。所以在39節，這個眾人中就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就話夫子，你鬧下你啲門徒啦，佢哋亂咁講嘢。佢說夫子，你責備你的門徒吧，他們胡說八道。點會你係神呢？我由細到大睇住你，你喺拿撒勒嗰度長大噶嘛？你怎麼可能是神呢？你是在拿撒勒
長大的嘛。你阿爸阿媽我都識，你係木匠嘅兒子嚟啫嘛。你的爸爸媽媽我都認識，你是一個木匠的兒子，有幾咁犀利啊？有什麼這麼厲害呢？如果王嘅身份唔同，你應該喺皇宮皇帝嘅後裔，但係你唔係喎。如果是王的話，那你應該是這個王的後裔啊，你或者在皇宮裡面出生呢，你也都不是。所以啲法利賽人呢，唔能夠接受呢個觀念。所以法利賽人他們不能接受這個觀念。佢哋咧係甚或咧，之前其實嗰個討論已經講到啦，19章14節係唔願意呢個人咧做佢哋嘅王。所以就講到了這些法利賽人，他們不願意這個人做他們的王。但係耶穌就話啦：我講俾你哋聽，如果他們閉口不説，這些石頭都必要呼叫起嚟。但是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耶穌用呢啲石頭同呢啲嘅宗教領袖做一個對比。所以耶穌是把這些宗教領袖和這個石頭來比較。石頭本身咧係冇生命嘅，因為石頭的本身沒有生命。呢啲宗教領袖咧係有生命，因為佢哋係人嚟噶嘛。其實這些宗教領袖他們是人，他們有生命。佢就話：你哋有生命，但你都睇唔到，其實我就係王，就係彌賽亞咯。但是雖然你們有生命，但是你們看不出來，我就是王，我就是彌賽亞。呢啲如果你繼續咁樣硬心落去咧，呢啲好似冇生命嘅石頭，甚至好似所有民眾一樣咧，都會呼叫讚美我就係嗰個王。對呀，實際上他們如果像石頭這樣的頑固的話，他們實際上看不到我才是真正的王，人民會呼叫起來。跟住耶穌去到呢一度，見到啲法利賽人硬心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好強烈嘅情緒嘅反應啦。所以耶穌基督看到這些法利賽人，他們的心這麼硬，好像石頭一樣，他就有一個很激烈的反應。佢亦都同樣睇見呢個耶路撒冷城，佢都知道呢個城咧之後係會被毀嘅。因為他也知道這個耶路撒冷城最後會被毀壞。佢就為呢個城嚟到哀哭。他就為這個城哀哭。呢個都同樣咧係舊約嘅一個預言咧，係喺耶利米書嘅13章嘅一個預言。因為這也是曾經在舊約裏邊耶利米書的一個13章17節的一個。就係因為呢個城嘅人嘅驕傲，即係呢一個耶利米咧係為呢一個地方嘅人咧嚟到哀哭流淚嘅。因為他看到耶利米看到這個城的人非常的驕傲，所以他為他們哀哭。然後42節，主耶穌話：巴不得你喺呢個日子嚟到去知道一件關係你平安嘅事。所以耶穌基督在42節就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喺而家係隱藏嘅，暫時係睇唔到。在現在可能是隱藏的，暫時你看不到。但係之後會發生一件事，就係將來有一個審判，就會嚟到去有毀滅臨到呢個城市。但之後就會有一個審判，有個毀滅臨到這個城市。佢話呢個地方最後咧係會周圍包圍住，四面困住呢個地方。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城周圍會被困住，然後會消滅你同埋你所有嘅兒女。而且你會被消滅，而且你的兒女也會被消滅。一嚿石頭都唔會留喺另一嚿石頭上。而且沒有一個石頭會在另一個石頭上。呢個咧，主耶穌係喺佢死嘅時候，大概主後30零年啦。咁而咧係預告緊咧主後70耶路撒冷城真係完全被毀嘅。所以實際上，耶路撒冷城是在主後70幾年後完全的被毀滅。咁所以即係主耶穌發出呢個預言咧，30幾年之後咧係應驗。所以主耶穌發出了這個預言，30幾年以後就實現。因為主後70年咧，當其時羅馬嘅一個尼祿將軍咧係帶隊去攻陷耶路撒冷城。因為是在主後的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被毀滅。咁真係咧殺嗰個城裏邊嘅人，同埋係將整個城咧係剝爛晒，完全潰爛嘅。而且這城裏面人都被殺了很多，而且整個城都被打毀、打倒了。而且當其時咧喺耶路撒冷城喺主後70年有一個傳說。而且在主後的70年，曾經耶路撒冷有一個傳說，就係嗰啲嘅猶太人要去逃難走嘅時候咧，咁佢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情況噶嘛。就好像那個時候他們的人要去逃難。
而家嘅人去移民啊，或者係離開一個地方啊，咁你撳個掣就可以將你啲錢咧由一度匯去另一度噶啦嘛，係咪？現在我們的人如果想移民的話，我們可能到銀行裏邊按一下，就可以把錢從這個地方轉到另外一個地方。做一個叫做電匯啊，TT， 咁你啲錢可以去世界各地都得嘅。就是你可以去電匯，你的錢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當然就好似頭先弟兄所講啦，你唔好去嗰啲俾人呃咗你嘅地方啦嚇。當然不是去那些剛才弟兄所講的是騙人的地方。又或者你啲錢咧係會放喺銀行啊，或者喺紐約啦放喺股票市場即係咧嗱，就算你搬屋啊，或者你間屋唔小心俾人剝爛咗咧，都唔會話即係傾家蕩產乜嘢都冇晒噶嘛。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錢呢，可以起碼放在銀行和股票市場裏邊，那這樣就算你被或打劫，或你要發生什麼事情，你不會說全部的錢都沒有了。但係喺2000幾年前咧，呢個世界係冇股票市場嘅。但是在2000之年前，我們這邊沒有股票市場。啲錢咧或者金銀珠寶咧，就係放喺個牆咧，挖個窿咁樣放啲金銀珠寶入去。所以那個時候的人呢，他們的錢或者他們的金銀珠寶呢，他們都是在牆上邊挖個洞放進去藏起來。又或者中國歷史咧都有講啦，有啲人咧係可能喺後花園啦backyard 嗰度挖個窿放啲金銀珠寶落去。或者是像中國人可能以前古老的時候，都是在地上面後院裏邊挖個洞藏在裏邊。咁當然中國歷史就有講一個傻仔啦，就話咧插個牌咧就話此地無銀300兩啦。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個講，當初古代有一個他比較傻的，他埋了這些金子以後，他還立了一個牌子，寫着此地無銀300兩。咁但係當其時主後70年有一個傳說就話猶太人埋藏咗啲金銀珠寶喺啲牆嗰度。因為我們傳說在主後的70年，那個以色列人都把這些錢呢藏在這些牆裏邊。所以尼祿將軍去攻陷耶路撒冷城，就下令啲士兵要剝爛晒所有嘅牆，以至揾到睇下有冇金銀珠寶。所以那個時候，那個侵略的王，他進來以後就叫他們的士兵要把所有的牆都打破，看看裏面有沒有藏着金銀珠寶。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毀咧，就應驗咗44節呢一段經文，就係一嚿石頭都唔會留喺另一嚿石頭上，因為完全潰爛。所以這個呢就應驗了在主後70年發生的事情，應驗了主耶穌講的，這個耶路撒冷會被毀到一塊石頭都不剩。弟兄姊妹，我哋睇見喺成件事，主耶穌入耶路撒冷同埋佢之後嘅預言，係整個神嘅計劃、神嘅掌管喺裏邊。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實際上主耶穌進這個耶路撒冷是整個神的計劃和掌管。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睇嘅就係信徒點樣要謙卑睇緊神嘅整個大局呢個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們要看，要謙卑，要看神的最大的這一個結局是什麼。剛剛弟兄講到一個嘅分享啦，講到而家 AI 嘅發展。剛才弟兄講到了一個最近這人工智能的發展。跟住我有時我自己都坐喺度諗究竟神知唔知道呢個世界最終會有 AI 嘅發展嘅咧？所以有時候我自己也在想，到底神會不會想到現在會有這種人工智能的發展呢？我相信係會知嘅。我相信神是知道的。同埋我啱啱上年都睇過一本書。因為在去年我也看了一本書，係紐約嘅暢銷書嚟㗎，bestseller 嚟㗎。是在紐約這個最暢銷的書之一。就話呢個世界其實可以喺好短幾日之內咧，全世界都可以滅亡嘅。實際上，這個世界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滅亡。因為而家嘅科技實在太先進。因為現在的科技已經非常先進。係某一個國家嘅領袖撳幾個掣，另一個國家嘅領袖又撳幾個掣，呢個世界就完全滅亡㗎啦。可能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或者是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們隨便按一些這些掣，就會世界會滅亡。因為啲武器太犀利啦。因為現在的武器太厲害了。我哋盼望我哋作為信徒，都好多地方我哋掌控唔到，我哋謙卑繼續信靠我哋嘅主。所以作為信徒，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繼續的謙卑來信靠主。仍然睇嘅係主耶穌才是嗰個真正嘅王。讓我們知道主耶穌才是那個真正的王。佢掌控住呢一個世界，掌控住整個嘅神人類嘅計劃。
他掌控這個世界，也掌控整個人類的計劃。我哋仍然會接受嘅就係呢個世界一定係會有人係願意信靠主，有一啲人咧係會拒絕嘅。那我們要接受說，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會接受主，有一些人會拒絕。咁我係一路喺宣教侍奉咗20幾年，咁我都係好深深體會呢件事情。因為我在宣教的20幾年之中，我也深深體會這件事情。咁一定會好多人拒絕接受福音嘅。因為也會有很多人拒絕接受福音，包括咧我未信主嘅時候，都係非常拒絕福音嘅。甚至包括我自己在沒有信主之前，也是非常拒絕福音。但係我哋有冇做一件事，就係好似主耶穌咁樣為耶路撒冷哀哭呢？但是我們有沒有做一件事情，像主耶穌基督一樣為耶路撒冷哀哭？咁當然我哋今天未必單係為耶路撒冷，我哋係為普世萬民哀哭呢。而且今天我們不單只為耶路撒冷哀哭，我們是為普世的萬民哀哭。普世萬民仍然有好多人係喺呢個救恩以外，我哋有冇為佢哀哭？希望佢哋回轉翻去主耶穌嘅救贖嘅裏邊呢？因為在這個普世萬民之，還有很多的人沒有認識主耶穌基督，沒有在這個救贖之中，我們有沒有為他們哀哭呢？當世人冇任何依靠、冇任何盼望嘅時候，作為信徒，我哋可唔可以向佢哋講：主耶穌係你嘅盼望，主耶穌係你嘅依靠？因為當這些不相信的人，我們作為門徒，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願不願意跟他們講？你們願不願意回轉？你們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救贖？我哋求主幫助，我哋一同有禱告。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一起禱告。天父，我們讚美你，感謝你，因為你按着你的計劃，讓你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成就這個寶貴的救贖，給我們每一個本來是在救恩的門外，本來是一個罪人得罪你的，但是你仍然用你的愛來感動我們，帶領我們回轉歸向在神的國度裡面。我們讚美你，敬拜你。我們盼望我們認識主耶穌這個心是怎麼樣為還沒有接受你的、還沒有相信你的人去哀哭，去為他們浪費了他們的人生，為他們在救恩的福音的以外，我們為他們禱告，為他們奉獻我們的一切，來幫助他們來歸向你。因為這一個世界，我們知道是會有終結的一天，這個世界是會有主再來的一天。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也是有限制，我們盼望我們用我們的僅有的生命能力，我們奉獻給你，為普世的萬民哀哭，為他們願意悔改哀哭，為他們願意接受神的愛。我們一同努力擺上我們的生命能力，求主使用我們每一個，使用我們的教會，求你帶領我們。我們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們。